这个画面真恐怖，说来这个画面同款恐怖。清洁队员伫收粪扫时，发现一个乌色卡板、乌色的皮箱啊，发现讲，怎一直出现？赶紧的将它放到较快的路面。这行李箱啊，而且个卡板啊，刷来就倒火啊。加在呢，并不爆炸，造成更较大的意外。后来这个乌白蛋行李箱啊，放卡板这个民众呢，赶紧这个物件甲领转去。提醒乡亲，有落大类物件，千万唔通等入去粪扫车。 一卡乌色的卡棒放伫咧粪扫车头前，先浸白烟，刷来搁倒火烧起来。才知冒白烟，后来协调附近民众，持灭火器，赶快把它扑灭。清洁人员伫咧收粪扫时阵，看到这卡红弹掉的卡棒开始伫呛烟，为了等粪扫的民众已经把这卡卡棒领动去，无人知影内底到底是装啥。 有过垃圾车有爆裂物爆炸，然后伤到清洁队员的事件，所以昨天当时看到那个行李箱还不知道内容物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很怕它是爆裂物，所以民众都不敢靠近。嘛要提醒民众，唔是全部的物件拢会当担要去粪扫车，亲像高压罐、碎玻璃、腐蚀性的水、行动电源、含电池、高赖达、含大量粉，全部拢袂当等伫咧粪扫车内底。 废弃法第50条，就是1200到6000块。民众粪扫袋分类好，卖乌白蛋，较袂收到罚单。